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Tony。無論你銷售任何產品咧，我相信你都好大機會係有競爭對手嘅。當客戶將你同埋對手比較嘅時候，請問你會有啲咩反應呢？你會唔會主動講一啲對手嘅缺點，去嘗試打擊對手呢？冇幾耐之前，我喺網上睇到一個地產銷售嘅故事。呢個故事咧，由一位內地嘅博主去分享嘅，講述佢點樣打擊競爭對手嘅樓盤，但係咧過程之中冇講過對方一句壞話喎。嗱，我就冇能力去證明呢件事係咪真係發生過嘅。不過我覺得都有一定嘅可信性嘅。更加重要嘅係，無論呢個故事嘅真實性有幾高都好啦，佢所帶出嘅意義咧，對於我哋點樣優雅地打擊競爭對手係好有啟發性嘅。所以借呢個機會咧，同大家分享一下。話說有一個內地嘅樓盤，我叫佢做樓盤 A 啦。樓盤 A 咧大概有1000個單位，已經成功賣出咗一半噶啦。咁當然發展商都希望賣埋剩低嗰一半啦。咁但係呢個時候咧，喺樓盤 A 大概2公里之外咧，有另一個樓盤 B 開始發售喎。樓盤 B 咧係發展得比樓盤 A 遲嘅。所以樓盤 B 喺各項設計上面咧，都係針對住樓盤 A 去做嘅。例如佢嘅單位面積會大一啲啦，門口會闊一啲啦，花園會大一啲啦，車位會大一啲啦，等等。總之每一樣嘢都好你少少。而樓盤 B 嘅每平方米售價咧，大概係貴10% 左右。咁站在買家嘅角度，既然我都係要買啦，俾多少少去買間好啲嘅，亦都非常合理啊。所以樓盤 B 開賣嘅時候咧，樓盤 A 嘅老闆就非常之緊張，佢就揾咗呢位做商業顧問嘅博主幫手，睇下有啲咩銷售策略可以針對性打擊樓盤 B 嘅銷售。商業顧問將兩個樓盤嘅資料對比咗一下之後咧，佢都覺得樓盤 A 咧真係好難賣，因為對手係針對住你嚟打，所以顧問 A 咧就決定要去深入了解一下啦。佢扮客去到樓盤 B 睇樓，睇樓之後咧就發現呢個樓盤 B 嘅附近咧原來係有間醫院嘅喎，但係樓盤 B 嘅宣傳品裏面咧從來冇提及過嘅，由此推斷咧樓盤 B 並唔覺得呢個係賣點啦。跟住顧問咧就再去做啲資料搜集，原來發現距離樓盤 B 嘅800米外邊咧有一個火葬場。咁呢個時候商業顧問咧已經掌握到呢個樓盤嘅最大缺點。問題係點樣俾客戶知道好呢？一般嘅做法就係，當有客戶嚟到我哋樓盤睇樓嘅時候，我哋就會教銷售人員講啦。另外嗰個樓盤咧附近咧有火葬場㗎，你一定要了解清楚啊！咁樣無疑你係將對手嘅缺點講咗出嚟。不過做法咧就略嫌低手咗少少，同埋比較肉酸啊！商業顧問教咗佢哋嘅銷售人員一套話術，就成功地喺唔使講對方一句壞話嘅情況之下咧，令到對方嘅樓盤變得好難賣。呢個 channel 會免費分享各種銷售技巧同思維，令銷售成為快樂嘅工作。如果你都想成為一個又開心又賺到錢嘅 sales 咧，可以參考我哋影片資訊欄中嘅課程嘅。顧問教樓盤 A 嘅銷售人員，首先要講，其實咧喺呢度附近咧，仲有另一個樓盤咧，佢哋都啱啱開始發售喎。佢哋啲戶型都唔錯㗎。首先你主動話俾客戶知佢有呢個選項，因為就算你唔講啊，佢自己都會識得去比較㗎啦。而且當你主動講出佢哋嘅優點嘅時候咧，喺客戶心目中感覺上啊，你好中立、好客觀，但係好戲在後頭啊。跟住落嚟呢句説話咧，就真係殺人不見血啦。只不過咧，第時如果你住喺嗰度咧，提你要多啲閂窗。呢個時候客戶一定會好好奇問㗎嘛，咩事咧咁樣？無論佢係直接問樓盤 A 嘅銷售人員，定係自己去做資料搜集，結果佢都係會知道樓盤 B 附近係有個火葬場嘅。重點係呢個缺點唔係由樓盤 A 嘅銷售人員話俾佢知，而係客戶自己主動發掘出嚟。結果根據呢位商業顧問嘅博主所講，樓盤 A 剩低嘅一半單位咧，好快就賣晒啦。呢個故事咧有2點值得我哋學習嘅。第一，雖然呢件事係由銷售人員嘅話術去影響客戶嘅決定，但係真正嘅致勝關鍵並唔係話術，而係對自己同埋對對手嘅產品嘅充分了解啊！呢個案例如果純粹睇樓盤 A、B 嘅表面資料，樓盤 A 係好難賣嘅。喺呢個階段鑽研話術其實冇乜意義。反而係當商業顧問做咗實地調查之後咧，發現到對方嘅致命弱點，呢個時候再用話術去包裝先至有意義。所以唔好以為做銷售就係純粹靠把口噏。喺你有機會對客戶講嘢之前，其實你有好多前期功夫要做㗎。第二就係呢個話術嘅處理手法啦。佢用咗一個留白嘅方式，即係講一半又唔講一半，從而引起對方嘅興趣，由佢自己去揾到答案。比起你直接將答案講俾佢知咧，效果係完全唔同㗎。呢種手法唔淨止適用於當你要暴露對手缺點嘅時候，
其實任何時候都可以用。例如當客戶同你講咗佢而家面對緊嘅問題之後，你唔好直接同佢講啊，我啲乜幫到你喎，而係同佢講，其實你個問題唔係好難解決啫嘛，我以前做過好多類似你嘅個案㗎喎。呢一刻你估下對方會點樣回應你呢？吓？係咩？你點樣做到㗎？同樣地，呢個時候唔係你向客戶提出答案，而係客戶想喺你身上面揾答案啊！你哋嘅關係係由你去主導嘅，所以記住做銷售要識得留白。如果你認為呢集節目對你有幫助嘅話呢，就分享出去俾多啲人睇啦！我哋下次再見。